谢谢。等一下。谢谢，人家帮。法官那个交代你啊。马上退到那个人行道那边，要开到人行道可能。马上退到人行道。人行道好，我们到这边。好，各位媒体朋友，我们是不是再退2步，再退几步？因为这样也好了，刚好快点拍得到后院的门。我们阿龙走到太阳下。我们是不是所有声援谢志宏朋友，我们站到这个记者会的后面，我们一起准备接下来开谢仲无罪的这场记者会。后面有布条跟旗子，我们是不是到后面先摆好？对，洗刷了20年来的冤屈，这是一个得来不易的成果。那若不是法院愿意基于再审修法保障无辜的精神，愿意去重新检视新证据，若不是检察官愿意践行客观义务，去派出所亲自起出行踪交代稿，并委任蓝锦龙警官制作新的这个鉴定报告，若不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若不是各位声援谢志宏的救援团体一路的相挺陪伴支持，我们不会走到今天。其次，让我们最感动的是，无辜者们他们已经平反了，但是每次开庭一定来声援谢志宏，希望将他们无罪平反的好运一棒一棒的接到谢志宏的手上。所以谢志宏美好的一仗已经打完了，但是基于无辜者相挺的精神，我们在这边恳请大家能够注意，还在愿意平反路上的邱和顺、许贝明、王信福、何清良等等还在救援中的案件，希望他们的案件也早日让大家看见，有更多在朝在野的人员、司法人员能够去救援他们的案件，也让公益的冠冕能够为他们留存。谢谢。我的案件能摊在阳光下，接受各方的审视。要谢谢叶建廷律师在台北大学开设冤罪课程，也因此让我的案件在北大学生的研讨下，得到蓝锦龙警官愿意就案件科证部分伸出援手来厘清调查。在蓝警官科学实验下，终于将错误的疑问一一修正，并得到王美玉监委与陈先成调查官的认可，而一一修正，而交由林志峰检察官来追查医师的真相。在林检的调查追踪下，终于将消失的真相追回，并获得法官的支持而开始再审。这一路走来，谢谢家人20年来不放弃的信任支持，谢谢涂律师不放弃的相挺，谢谢平冤为我四处开门，在各方法医专家、鉴识专家、律师团伙伴友人们为相同目标努力之下，我的案件终于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终于能让我的案件在各方监督下获判公义的结果。谢谢。我从死牢走出来，我知道身居死牢为冤罪寻求再审、寻求阳光下的审判，是多么艰困、多么难熬的一件事。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些无辜者亲身经历，来再次检视所谓确证确凿的案件。请不要以罪犯来看待，而是以人来看待，让他们也能跟我一样接受到阳光下的监督审判。请支持邱和顺特赦，支持王信福再审，支持许贝敏老师的案件，支持平冤所有寻求再审开启的申请人。谢谢你们。麦克风再近一点。当然，除了感谢家人、律师团伙伴们以外，要非常感谢在牢狱生活里面非常给予支持2位哥哥陈文奎先生与施志远哥哥。他们知道我是冤罪入狱的遭遇后，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知道因为冤罪后而使家人经济陷入极大困境后，他们2位哥哥帮忙我在牢狱生活里面的生活开销不再使家人负担。
在我精神上因为官司遇到挫败，有冤难冤下，他们给予我最大最需要的信任，帮助我走过忧郁症的精神压迫。我要谢谢他们16年来对我的照顾、陪伴、帮助，谢谢。谢谢，谢谢阿豪。到帮帮吼，我谢谢哈，大家谢谢。妈妈辛苦啊啦，辛苦啊。我们也谢谢，无代志啊，无代志啊，我谢谢哈，大家哦，谢谢哈。最后我们大家是不是在一起呼个口号？先。蛮谢谢平冤各方的帮助，然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回归正常的生活。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讲吗？要感谢啊。其实也不用说，也是用做的就可以了。接下来的目标有什么？目前还没有什么规划，目前就是一样还是回归正常的生活，然后就是适应这个社会环境吧。对啊。目前是有工作的吗？对啊。做在这啥？汽车材料送货。你讲没关系。就是做那个器材送货。那后续会去争取那个越狱赔偿金的部分吗？目前还没有去想那个情况。对啊，因为目前官司还没有确定，所以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在官司身上。母亲节刚过，然后今天获得这么好的结果，要不要跟妈妈说个母亲节快乐，然后抱一下？是不是？哎，你来看前面哦，看前面才会挡住你。出来都约好了，这不好哈。那今年母亲节有跟妈妈干嘛？就是大家吃火锅，然后陪妈妈这样。我现在最主要都没有出门，所以说陪在妈妈身边。这样比较。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放松吧，就是跟律师他们出去走走散散，对啊，然后就好好放松一下心情吧，对啊。无罪，无辜的人被判有罪，没有人是自由人。无辜的人被判有罪，没有人是自由人。谢志宏无罪，谢志宏无罪。本件主文原判决关于谢志宏部分撤销，谢志宏无罪。理由：一、本案对被告谢志宏不利的2次警询自白无证据能力，不能作为对被告犯罪的证据。2、本案同案被告郭俊伟有关被告如何杀害陈女及张庆木的证词前后不一，可信度有疑。3、原起诉检察官有关被告与郭俊伟共同杀害陈女及张庆木的理由应不可采。4、被告所辩是郭俊伟单独杀害陈女及张庆木，有鉴定人的证词可佐，并非无据，而且本案查无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涉案。5、郭俊伟是临时起意杀害陈女及张庆木，被告全然不知，所以也不能认定被告有帮助杀人的故意。6、综上所述，本件无法证明被告犯罪，应撤销原判决，预知被告无罪。